讲唔敢收人假媒贴，大东囡仔册厝创办人陈俊龙不幸过身，退休55岁。20年前，带囡仔亲身去10间土角厝来藏册，互厝内较歹过、较无钱的囡仔会当有搁较侪资源会当利用。昨强强身体无爽快，送病急救也是救袂倒转来。厝内人无想要搁再加讲，干那讲交互基金会来说明。我们都是好朋友，让我们来牵着手。记得拍照加上骂人的歌声，甲囡仔生甲足欢喜的，伊就是红叫做陈白陈俊龙，大东囡仔租屋的创办人，一世人拢咧帮助弱势囡仔学习。是何说团讲伊过身的消息，年岁55岁。他们的生活这么的难过，包含没有晚餐吃，没有早餐吃。包含吃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东西在过生活。讲到对囡仔的教育，拢足有热情的。陈爸过身的消息，互真侪人拢真唔甘。亲人讲，伊昨透早要出门的时阵，常常感觉人无爽快，赶紧送去病院急救，毋过也是救袂回来。陈爸过去捌送过报纸、家属，嘛捌接触过舞蹈、做业务、开餐厅，事业愈来愈成功，毋过甲亲人煞愈来愈清楚。尾也决定回去故乡陪伴亲人。20年来，伊带囡仔亲手去10间租屋出来，互囡仔有更加完整的教育资源。这些孩子整体的成绩进步了42分，全校总平均。教材跟教法对他们事实上是有效的。陈白后半世人大部分拢伫照顾业贴所在学生囡仔，用伊的爱心甲热情改变真侪捌行着路的囡仔。今嘛伊回去啊，家属嘛，敢若希望伊会当一路好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